位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持續收聽提交季節，美國川普總統上任之後，挑起白美中經濟對話，前幾年對華盛頓登場。用來的重點，今日的節目地圖，我哋嘅繞場到一美國專家楊俊生楊教授，老師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來。那我剛才跟我們的觀眾簡單講了一下，就是這是川普上任之後第一次美中全面的經濟對話。我們看到中國派了這個國務院的副總理汪洋，然後美國的商務部長，然後還有看到這個財長，來主持這個對話。可不可以先幫我們簡單整理一下這一場對話有什麼重點？我覺得當然重點就是第一個是當川普跟習近平見面在當年這個胡海莊園見面之後，說100日之內要解決一些問題。對，所以你起碼在這個對話剛好差不多就是100天。對，那事實上其實還沒有解決問題，但是至少是解決問題的開始，就是有一個對話，讓這個程序能夠持續啊。那當然我們也看到過去一段時間，美國政府也放出了很多所謂保護主義的一些聲音，包括對這種鋼鐵啦，包括對這些這個外國進口的一些產品，甚至木材啊，你想想看，木材產品，加拿大他們好朋友鄰居來的都要，他也對韓國跟中國大陸的鋼，所以這一些這個有這種保護主義聲浪的時候，你又要跟大陸來進行一個這個對話，那到底你能不能解決跟大陸之間的這個貿易逆差？我覺得這個是現在他們最主要要討論，就是大陸的市場要怎麼樣更多的開放，讓美國的產品能夠進去。我們也看到川普最近一段時間講過，還宣布一州叫 Made in America， 對不對？就是美國製造這樣的一個州。那其實他已經在累積這種民粹的這種聲音，然後來對付中國。但他另外一個想法，當然也是說，希望能夠透過這些保護主義的或者貿易這些壓力，讓中國因為有這些壓力而對北韓能夠做出一些東西。川普也不排除說把這些當作他要求中國對北韓施壓的一個籌碼吧。老師，我們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剛好我看到美方提出一個數據，我也有一點驚訝，看到他說現在美中的貿易逆差，縱使有在減少當中，可是高達3500億美元，這個數字是全球貿易量的70%。那對此，我看到這個汪洋他就提出一個反駁，他說如果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能夠降到對巴西的水準，其實兩者的貿易逆差可以減少24%。聽起來汪洋好像是把這個責任反而推到美國身上，就是因為你美國有這些科技產品的限制，你自己東西不賣給我們，你才有貿易逆差。我們是可以這樣看待這件事的嗎？我當然就是說，第一個就是美國長期以來是非常擔心中國大陸對於這種科技產品，那要是從美國進口以後，這個整個把它這個偷去之後，那未來對美國有更多挑戰，而且很多是非常我說敏感的一些科技啊，所以美國是很不願意輸出。那大陸當然就認為是說，假使你今天輸出這些科技，最主要是這個科技的這個 cost 成本費用是很高的，所以呢很快就能夠平衡。那美國把它放在是牛肉啊，農產品，對於農產品，但也經過14年才開放，也算是難能可貴了。對，但是農產品當然像牛，可能還有有些農產品，你要累積多少農產品才能夠去換？一個 chip 的錢。對，這些高科技產品，所以大陸當然就用這個理由，就是說我不是不想跟你平衡貿易，我想買的東西你不賣嘛，那你怎麼能怪我呢？但是對美國來講，它是不僅是這個。而是美國認為說，你大陸對於我像這個 Visa 啊，像 American Express 這些在這個落地這些服務搞了這麼多年，你從進 WTO 之後5年之後就應該要開始的，到現在都還沒有。但我覺得這也是美國有很多在這個對於大陸金融市場不開放，這個也是美國非常有為言的部分。那另外一點，老師剛才提到100日計劃，其實我們看到除了老師提到的這個牛肉之外，上半年他們也買了4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那某種程度來講，我們看到大陸確實有在開放當中嘛。我覺得大陸當然它必須要開放，它如果不開放，它今天在國際社會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從
川普退出 TPP 啊，对这个国际经贸秩序已经美国好像不再愿意投入太多的精力，而各个国家把大陆当作你是要参与甚至领导。我们看到在G20里头，中国大陆啊愿意扛起这个责任。那如果你要扛起这个责任，当你的这个市场经济还受人家怀疑，当你是不是自由贸易的时候啊，这个身份如果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你怎么做领导？所以我相信大陆有的时候他也是希望透过开放一些东西，让他自己的产品的品质能够提升。如果你自己也是保护自己的市场的时候，其实对大陆未来的竞争能力也是有一些威胁的。即便如此，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包括外媒的报道都讲这一场对话是不欢而散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原本的共识，然后却搞得好像大家都不满意？我觉得这当然就是说对美国来讲，他所要的东西大陆都没有给嘛。好，那大陆会觉得说，你美国今天我想要的科技，你一直指控我说我是在这个太多的这个所谓的贸易顺差，但我想买的东西你又不卖啊，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的一个这个旗舰所在啊。那我们也看到，包括像从刚开始啊，就在川普这个竞选团队当中非常坚持保护主义、最讨厌中国的 Peter Navarro， 对不对？他在这个整个背后，最近这一段时间还是不断的在强化，就是污名化中国，然后把所有的美国的贸易问题都归诸于中国这种不公平贸易的行为。那对中国大陆来讲，你今天只要有这些所谓的 Hawk 啊鹰派的在，还继续在影响川普，然后让川普会祭出这些保护主义的政策，那就比较难再让双方能够有比较坦诚的来谈一些问题。那假设我们从老师刚才提到海湖庄园，然后双方同意要做这个100日计划，那个时间点看起，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会不会这是美国对中国给你的某种程度的 OK， 就是这个实验期？现在实验期结束，美国也开始放出风声说，现在开始钢铁我可能要课税，有可能美国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吗？这个是大家，包括美国一般主流共和党人，其实还蛮担心的。就是也有很多人批评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认为说他有怎么跟这个 Peter Navarro 是沆瀣一气，在那边进行保护主义。毕竟保护主义最后回头来可能会伤到美国，也可能会伤到全球的这个经贸发展啊。但是呢，从这个川普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他最民粹的东西。他今天能够做到，当人家问这个 Peter Navarro 说，川普到底会不会继续搞自由贸易？他说，他说上台第3天就已经退出 TPP， 你还不够清楚吗？还不够清楚吗？就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是中国大陆也担心的，就是说你美国到底愿不愿意？在这种比较开放的这种情况之下，跟大陆来对话，显然美国可能会关闭市场。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也可以说，我钢铁不是针对中国，也有韩国，对不对？还有其他的国家，所以他的这个政策不是仅对中国而已。那这个是大概他可以拿出来说，我不是针对你。可是老师，这个有点麻烦是，纵使不是只针对中国，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现在我们看到可能是钢铁，接下来我们难保其他产业也会有同样的状况。是不是连我们都可能因为美国对中国原本他只是想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我们都会变成间接的受害者？我这样讲，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在美国商业部服务，当年到台湾来就调查我们钢铁的倾销，他也到大陆去调查钢铁倾销所以他认为说确实是有。这已经10多年前，台湾有，包括我们都有那我们当然我们的钢铁的量还不及韩国跟大陆，所以说感觉上，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一种全面性的对钢铁的这个认为说这些国家都有倾销的情况，但到台湾当然还是会受害但这个也会增加美国的很多的成本包括美国进口很多钢，那包括这个他们的这个油管等等，所以也会让未来美国的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的成本会增加很多，所以这是很多企业界不愿意看到，但是这是非常民粹，可以保护美国的一个钢铁工业的一个部分。但是为了要维持川普竞选时这个民粹的政策，我们看到他接下来还要回访中国，马上他们再一次会面。
那这2天的记者会，双方都取消了这个会后的这个对外说明，也没有发表什么共同声明。然后汪洋也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问题。我们从这里面可不可以嗅出什么？那接下来的这个川习会恐怕不是像在海湖庄园这么愉快了。我觉得，当然，现在问题是大陆为什么这个看起来这一次态度也很强硬，是因为你川普自己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统了嘛？看起来你被这个通俄门给绑住之后，你有很多的问题，像儿子女婿都被调查了，对，儿子女婿，然后还要接着还有听证，然后川普你自己为什么没有据实说你跟普廷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单独会议，所以川普有很多的问题。那从大陆的角度来讲，那我当然不要在这个时候对你做任何的让步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川普当然还是要回访中国，因为他要靠回访中国也提升他自己的一些，就是一定会到时候，如果他要回访中国，中国大陆一定会有释出一些善意，所以他何必在这个时候释出？他要快释出到你到了之前，然后来释出，让你做一个面子给你是最好的嘛。那我们如果把川普跟之前的奥巴马相较，我们看到奥巴马在任内，包括巴黎协定、伊朗问题，其实他都是愿意跟中国大陆合作的。但现在到了川普，发现好像他原本希望中国可以来对北韩施压，但他对中国这么的目前的这个结果来讲，其实是失望的。所以接下来的美中关系会因为川普跟中国的态度会出现比较巨大的转变吗？我认为应该不会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看川普的谈话，他还是讲，他认为说，他这些美国的贸易、美中之间的贸易，他还是要用来当做一个筹码，来迫使中国愿意去施压北韩。如果说他今天没有这个筹码可以玩，他认为说中国不会施压北韩。但是就像主持人讲，他大概认为中国的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北韩。并没有在其他国际的议题上面，像奥巴马在伊朗啊或其他地方会有找中国来合作，这个是川普跟奥巴马不同的地方。川普还是以贸易为主，然后认为说透过贸易我可以做一些 leverage， 做一些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这个大概是川普走的路线。但是川普你看这一次我们看到，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全面经济对话之外，也有大陆跟美国的这个就是马云他们马云企业家高阶企业家一天的会议，这一天会议好像也是你说我说并没有谈成什么，可是你把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放在一起，他们只要有一点谈话露出什么风声，都是对双方投资啊会有一些帮助，所以大家都没有太高的期待，但是只要能够放在一起，我觉得也代表就是川普这种企业家，然后让看到的是企业家来主导，而不是这些官员在主导这些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OK， 谢谢严教授的分析。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幫你透過各種目標角度來看了解每種經濟對話。在黑孔之下，下半場拿到了中國相關的議題，來看中國的沿途的變改正義。先睇一下。观众朋友，各位观眾到提交國際現場，下半場嘅討論強調到中國入關，我哋關心中國嘅沿途都變改正義。今日為大家繞場到係關於沿途專家，為大家紹介前法太后嘅沿途中心副主任方天賜方教授。教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方教授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我看中國跟印度的其實這樣的邊界爭議我們都不陌生。但這一次的對立已經超過1個月，這我比較意外一點點。然後，因為兩國畢竟曾因為邊界問題，在1962年有爆發過戰爭，然後這次又對立了這麼久，讓人家有一點緊張。為什麼這一次有什麼產生什麼局域，然後會搞得這麼久？是，一個是背後的背景因素哈。中印在1962年發生邊界戰爭到現在，它其實它的邊界都一直還沒有確定下來。然後雖然有一些歷經一些談判了。那到現在為止，雙方對邊界其實是各說各話。那中國方面認為邊界大概是1700到2000公里的長，那印方是說3500到4000公里的長，差了快3倍。對，就是說很多爭議的地方到底怎麼去計算，雙方連這個共識都沒有。所以後來雙方都決定說，那我們
维持一个所谓实际控制线。那在实际控制线建立边境信心措施，就双方不要故意越界啊，或者说做一些军事的行动。是，可是连这个所谓的实际控制线在哪里走向都不一定，双方认知也不同。那双方曾经说我们是不是交换地图来看，但是这个做到一半又没做下去了。所以这一次这个地方也是各说各话。中国认为说这个是属于它的领土，但印度说那是一个争议地区未定界，所以变成有这样的对峙情况。那第二个背后原因呢，就是你刚才提到为什么是现在发生？对，这一次的引爆点。对，因为其实过去大概1年多以来，或是2年多以来，中国跟印度关系都有一些紧张的事情发生了。譬如说，跟莫迪上任有关吗？有关了，因为莫迪他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民族主义色彩的一个强人的，所以他对于这个事情，老师讲的民主是 nationalism， 对 nationalism， 而不是这个民主。对民族主义，那他的对外的姿态，他其实就是比较强硬一点。可是他跟川普熊抱就是说他对国家利益有用的时候，他当然就会展现他的这个外交上的手腕了。那过去几年，就过去1-2年以来，比如说印度想要加入所谓核供应国集团 NSG，那这个是被中国所阻挡。那印度想要把一个所谓穆罕默德军他认为这是一个恐怖组织的这个首领，把他提交安理会，要不制裁他。中国因为考虑到巴基斯坦的关系，也把他阻止了。那印度为了要反对，所以印度比如说让达赖喇嘛去访问这个达旺地区。对。那中国呢就把这个印度控制的阿鲁纳恰地区，就是所谓藏南地区的6个地方，就把它改名字。然后过去印度也发生过把中国这个记者签证到期了，然后就不让他继续留在印度。是。这有人说这是这个驱逐事件等等。那像这些事情都一直累积起来，也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所以变成大家这个紧张就在这一次的这个问题上就爆发开来。老师，这一次我们看到我们也做了一个地图，待会观众可以一起透过这个地图来认识发生争议的地方，叫做洞朗。那印度把它称为都克兰这边的这个高地。那这个争议的地方对双方各有什么重要性？一个当然它就是在中印的边界上嘛，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个边界问题还有一些争议，所以当然大家宁愿控制多一点，以后这个谈判也比较有利啊。那第二个就是说，它非常靠近这个印度所谓东北地区的一个所谓走廊。那大家如果看印度的地图的话，它东北7个省，它其实98%的这个领土是跟外国接壤，它只有大概2%的地方是跟印度本土接壤，一小块，其他都是跟别人。对，那个洞朗地区其实非常接近这个我们所谓走廊，所以有人把它说叫鸡脖子（chicken neck）。那如果万一是一个敌对的势力进到这个地方的话，有可能会把印度东北跟印度本土的这个国内的交通路把它切断。所以这次因为中国它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建筑这个公路，那对印度来讲，就是说这个可能也有一点国家安全的考量，所以也会引发就是说印度这次等于是比较大的动作在回应这个事件。不过我也觉得这个是有点夸大了因为那个地方虽然很窄，大概就是20公里左右，大概就是台北的东西的距离。可是以现在这种军事科技你说中国要进入，然后把这个地方占据，那印度其实也有能力反击是，倒没有说想象的说好像这个对国家安全危害那么大，有这么大的威胁。老师刚才讲到跟周边国家的关系，正是我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看到旁边就是不丹，那我们知道中国跟不丹在这边一直有一些领土的纠纷，然后不丹很妙，它是这个14个，就是中国14个邻国里面唯一没有跟中国建交的国家。那这一次的争议当中，不丹有没有扮演什么角色？那为什么一直以来他都没有跟中国建交？这块领土其实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就说，其实过去是中国跟不丹的争议，其实应该印度是没有角色的。是。那为什么这次印度会出头？因为在外交上这个不丹其实是受到印度的这种蛮大的影响力。过去他们也曾经签一个条约，是不丹的外交要受印度的指导。那不丹因为跟中国您提到没有邦交，那他们这边界纠纷他们也在谈判，从1980年代到现在就在谈判。那在哪里谈判呢？就在驻新德里的大使馆。在印度谈判。不丹驻新德里的大使馆跟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
在这个地方谈判不丹所以跟中国的印度一直是调人，印度等于是后面这个老大哥啦，不丹的老大哥。那所以这次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说看起来像是中国跟不丹之间的领土的这个未定的纠纷，可是印度他认为说是中国破坏现状，所以他代替不丹出头了。那另外也牵涉到不丹它整个这个过去的外交政策的发展哦。你刚才提到说他跟中国没有建交，对，事实上他跟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建交，中美英法都没有，他只有跟52个国家有邦交而已。那因为这个快乐的国度过很自己的生活。对，过去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比较好像这个不太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那一直到2008年，他实施所谓的民主化之后呢，他才比较开始对外交往。那他也曾经一度想跟中国好像谈要建交的关系，前一个这个政党的时候，但是后来在大选的时候，印度就施加压力处罚他了，就把这个切断煤气公园的这样的方式，然后施加压力。所以可以看出来说，其实不丹这个国家，不管在经济或是外交上，它其实受印度影响是还蛮大的。那这个是印度可以控制。另外一个第三者重要的关系国是印度控制不了。我们来谈谈巴基斯坦。那我们看到印度的前国防部长也是现在社会党的党魁雅达夫，前2天我看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讲说，我这句话我还蛮意外，他说，印度现在最大敌人已经不是巴基斯坦，是中国。然后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印度的这个战略布局原本包括核武设施，可能是以巴基斯坦为假想敌，现在转向中国，确实有这么明显的转变吗？然后中国已经是印度最大敌人，而不是巴基斯坦。这个其实，在1998年印度当时要做核子试爆的时候，就已经有前国防部长叫费兰德斯，他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印度最大的潜在威胁是中国，不是巴基斯坦。因为对印度来讲，中印两国都在崛起那我们看到他们在国际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竞争的态势那甚至在国际上要互相卡位这占领这个空间。那另外，因为印度他现在比较有信心，他觉得过去我们常讲印巴冲突，可是他现在觉得他的实力其实已经超过巴基斯坦了。所以巴基斯坦对他来讲不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安全来源，除了恐怖主义的活动之外，还有他的核武啊。这基本上如果从武力来看的话，印度认为它还是占比较绝大优势。而且从独立以来，1947年独立以来，印巴发生过3次的战争是。那包括在1999年有所谓卡基尔冲突，那时候双方都有核子武器。对。但是这几个冲突跟战争都是印度占上风。所以印度相对来讲，它对于巴基斯坦它比较有自信。可是中国就不太一样你那个权力的对比上，中国目前还是超过印度的。是。那另外这个1962年的战争，这个对印度来讲，特别印度军方来讲，它是一个羞辱的这种失败。所以这个事情对印度的这种战略人士或是这个国防人士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阴影。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必须要防备中国，因为在1960年代那时候是中印关系最好的时候，都发生了这样冲突。对。那何况现在？难道不好好准备吗？所以会有类似这样的言论出现。就是老实讲的，难道现在不该好好准备吗？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在西藏附近做了一些战略的布局。那很显然的，可能是跟这一次的这个局域跟争议有关系。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一些双方的一些动作跟迹象，确实有可能往战争的边缘迈进？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双方都在用各种方式跟对方施压比较像是强制外交，就说包括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秀我的这个军事的肌肉给你看。对。那所以这些调动他也会主动放很多消息。理论上你真的要突袭对方或要打击的话，其实你不会跟他讲，你也不会公开。所以现在是比较像说双方在提高自己的筹码给对方看，那希望对方是不是能够做让步或者甚至退缩。不过目前看起来两边的姿态都很高，可是呢也可以看到说在最高的领导人方面，比如说习近平跟莫迪总理之间，其实他们2个还没有撕破脸在 G20 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正式会谈，对，可是他们也故意安排碰面就是在走廊碰面，然后再寒暄一下。也就是说，双方的高层其实在这个阶段都没有想要用军事的方式来解决。那包括习近平他有19大
要来嘛。对，接着那他除非他有一个必胜把握，否则万一这个仗打得不好的话，哇，对他来是一个很整个人事布局就要大变动了。对。那最后我们把箭头拉回到印度的国内，印度国内最近选了总统。那我们看到媒体大幅报道，锁定的几乎都是所谓的第2位健民总统，说这是一个突破。第一个问题我就要请教，就是究竟这个我们讲种姓制度的这个遗毒吗？在印度还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接下来由这个柯文哲新的总统，他虽然是一个虚位元首，那对于莫迪接下来领导印度而言，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是，印度独立以来，其实他没有废除种姓制度，他只是说要废除贱民，就是说不可能因为种姓去歧视对方。对。可是这个在印度的社会里面，譬如说在婚嫁的选择上，还占了一个蛮大的这个因素。虽然说法律上要求要平等，那所以在随着这种民主化程度上，贱民也是每人一票啊。是啊。所以很多政党他就希望能够吸引贱民的支持，在一些地方省份呢，甚至有以贱民所谓贱民党他们自己的组成的政党作为诉求的。那这一次莫迪总理他推的这个候选人，很明显的，当然他是希望说打一个所谓贱民牌啦。那对于他未来的大选里面，可以有比较多的加分的作用。那第二个呢，因为国际上对这号人物其实相对陌生，虽然他在印度他是曾经当比哈尔的总督啊，可大家其实不太认识他，甚至印度人也不太知道他，但他却出现了。对，所以就说这个莫迪总理他不太会允许一个比他更强势的人出来，所以这个总统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虚伪，就是会变成是莫迪他运用的一张牌而已。一个傀儡而已。那问题是，另外一位对手也是贱民，为什么是他可以出现？因为这个印度现在总统制度里面是要包括这个国会的议员还有省议员，那4900多。